嘅3鋪。呢個起手牌超靚啊，碰隻就叫胡啦，入隻兒童喎。等機會睇下點樣入張啦，或者可以叫7對。如果你都想玩同款紅中麻雀，點擊視頻左下角高高麻將，喺家鄉麻雀裏面揾到月桂面，再點擊紅中麻雀就係同款玩法啦。哎呀，留隻1萬就可以叫7對啦！居然留1萬即刻7對自摸喎，真的氣死我啦！白索碰啦，我真的忍不了一點啊！而家叫胡呢手牌唔做7對，真係有啲浪費噶。不過唔緊要噶，只要我有得碰，一定飛紅中，都係 double 啫。傻仔啊傻仔！咁重嘅9萬6個萬啊！我傻到唔夠啊！黐線，自己開8數啦。OK， 4筒自摸中10隻馬。第2鋪呢個起手牌都唔錯啊，入隻牌就可以叫胡。為什麼會是這樣子？OK， 碰隻5萬叫147索。放過買自摸。有沒有5給我查這個錢呢？做大做強，做大做強，中就唔中。叫咗胡就停水停電喎，入隻牌得唔得啊，大佬90幾飛，我哋約翻嚟。好啊，你少咗啊？睇下睇咩都。有冇人要嘅？我數極都唔識數啊！你諗下，又可以叫多飛。呢個時候嚟3筒就真係考驗我啦，我就貪心啲，叫2、5索啦，留個3筒降。唉，唔知啊，叫少啲，叫少啲，全部未見過。打嚟我哋碰啫啦。真係估你唔到咧，正張2隻馬中18隻，即叫即食。點個關注再走啦！